第一組嘅琵琶，第二組嘅琵琶，最後係第三組嘅琵琶，大家揀一下啦。呢度係第一組，我哋今次占卜嘅主題呢，就係睇下 crush 對你嘅感覺同埋印象。首先我哋先嚟一個信息對應啦。第一組啊，首先係睇到一啲好念舊嘅能量，可能近排會有睇一啲以前睇過嘅書啦，或者係以前睇過嘅電影啦，或者係以前睇過嘅舊劇啦。反正會做一啲以前做過嘅事，會有啲重複。包括近排會有啲舊人可能會重新聯繫你哋，或者係你哋會反覆諗起啲以前嘅事。呢一組係會比較念舊嘅，或者係對於呢啲感情嘅事係好難行出嚟嘅。有一部分人近排可能有推遲一啲計劃啦，或者係有請假。你哋嘅工作可能需要糾錯。會有睇到一啲你哋需要運動嘅能量啦，呢一組係缺乏一啲運動嘅，可能呢個宅男宅女會比較多。突然間飆咗一句普通話出嚟嘅。OK， 然之後仲有少少能量係近排可能會有一筆小嘅進賬，可能收到一啲其他人嘅轉賬啦，或者係還錢咁嘅情況下。OK， 咁我哋依家進入主題，睇下你哋嘅 crush 對你哋嘅印象同感覺。首先我有睇到你哋相識或者係第一次見面嘅時候，係喺一大班人當中嘅，唔係你哋 1v1 嘅見面，而係好多人相聚喺一齊，喺呢個情況下相遇嘅。呢一種我感覺你同佢之間可能交集都唔算話好多啦，但係有可能係目前會有啲斷斷續續嘅聯繫，但係咧聯繫唔係好緊密，交流咧都唔係好多嘅。呢一組關於佢對你嘅印象，首先會覺得你嘅個性會有少少高冷啦，即係有一部分人可能你哋展現出嚟嘅情緒係唔會太多嘅，會好多嘢會病喺心入邊，但係咧唔會浮喺表情上邊嘅，所以可能對方會 feel 唔到你哋嘅熱情。可能甚至佢都 feel 唔到你對佢係有 feel 嘅。然之後一組啊，仲有一部分人你哋係生得比較幼態嘅，應該即係你哋嘅 crush 會覺得你好似生得好後生好細個，或者係好似一個大學生咁樣好單純嘅樣。你俾佢嘅感覺就係好單純，但係呢，你又唔會好主動咁去表達自己，係一個表面睇真好單純，然之後內在呢可能又好有個性嘅一個人。可能你表現出嘅氣質呢，就係會有兩種嘅能量，雖然有兩種能量會有少少矛盾，但係都唔妨礙佢哋融合喺一齊。所以我覺得你哋嘅 crush 對你嘅感覺應該係比較有層次嘅，唔係話嗰種就睇你一眼然之後就咩都未諗過嘅。佢對你嘅個性啊，或者係對你嘅印象，應該係經過咗佢嘅少少思考，或者係經過咗一啲考量嘅。所以一早要恭喜你哋嘅呢，就係你已經成功咁引起咗佢嘅注意啦，而且對你嘅印象還 OK 喎，即係表面啊，或者係一啲內在嘅嘢，佢都有睇到一啲。雖然話呢一組唔算係嗰種一見鍾情，但係起碼呢個人應該係對你哋有感興趣嘅。OK， 我先恭喜你哋下呢一組可以再多啲接觸，目前嘅接觸都係太少啦。以上呢就係第一組嘅全部信息啦。如果需要1v1嘅幫助呢，可以單獨聯繫我。Hello，呢
呢個係第二組，我哋今次占卜嘅主題呢，就係睇下你哋嘅 crush 對你嘅感覺同埋印象。OK， 我哋先嚟一個信息對應。呢一組我有睇到一個好安靜或者係好空嘅一個環境啊，你哋所在嘅一個地方可能係自己嘅房間啦，或者係一個比較封閉嘅空間啊，包括地鐵嗰種地方。一啲交通工具同埋一啲比較安靜而且人比較少嘅空間啊，呢一組仲可能係瞓喺間床或者係半瞓住睇呢個視頻嘅。近排可能會有一啲情緒嘅波動啦，可能有喊過或者係有一啲情緒上嘅爆發。仲有人呢，近排一個月可能會參加一啲考試啦，或者係一啲面試、一啲考驗。有一啲考試嘅能量同埋學習嘅能量，呢一組可能都係大學生都會比較多啲，仲會睇到少少斷捨離嘅能量，包括人事物，譬如話同一個舊朋友再都未聯繫過啦，譬如話近排可能會執咗一啲舊衫啊，或者係舊公仔出嚟掃咗佢啦，反正係一啲舊事、舊人、舊物嘅擺脫。近排係咪仲有人去整咗頭髮呢？有人可能染咗個頭髮啦，或者係燙咗個頭髮，感覺你哋嘅髮型應該會有啲轉變，包括手指上邊嘅一啲裝飾啦，譬如話做美甲。OK， 以上呢就係信息對應部分，然之後我哋進入主題，睇下你哋嘅 crush 對你哋嘅印象同埋感覺。呢一組你俾佢嘅印象其實都幾有心動嘅感覺噶，即係會有一種辣妹嘅感覺，或者你哋相見嘅時候，你係着得比較性感啦，或者係全身係着得比較黑嘅，黑色為主調色。佢哋會覺得你哋嘅氣質啊，或者係外在嘅表現會有啲性感，會有少少張如此咁樣嘅感覺。反正就係一種從內而外散發出嚟嘅一啲性感啦，或者係你哋本身嗰一日就化咗濃妝啊，或者係着得比較 sexy 咁樣嘅形象去見佢吓。首先佢對你嘅第一印象就係可能喺氣質上同埋外表上都係比較性感嘅，而且呢個人會覺得你嘅審美好好喎，可能你講嘅嘢啊，或者係你嘅穿搭啊，你嘅表現啊，都是他的菜，反正就係比較合佢嘅胃口啦。所以嘅話，呢一組嗰個雙向奔赴嘅能量都係幾明顯下噶。所以如果你哋係想要把握呢一段感情嘅話，你哋可以稍微主動一下去釋放自己嘅信號。反正感覺呢個人係好容易俾你哋釣到手噶。然之後我再睇一下，哇！呢一組嘅能量，佢仲會覺得你係一個有少少特別嘅人。你嘅某方面可能係同其他佢遇到嘅人係唔太一樣嘅。譬如話你識一個比較特別嘅特長啦，譬如話你喺某方面有比較突出嘅一個特點啦，而且啱好呢，佢又可以 get 到你嘅呢個好奇怪嘅點，不論係呢個係一個特點又好，定係你表達出一個比較奇怪嘅觀點又好，其實佢都係一定程度下同你係好同頻嘅。所以呢，先恭喜第二組啦！以上呢就係第二組嘅全部信息。如果需要呢一個幫助呢，可以單獨聯繫我。Hello，呢度係第三組，我哋今次占卜嘅主題呢，就睇下 crush 對你哋嘅感覺同埋印象。我哋仲係嚟一個信息對應先。呢一組我首先係會覺得你哋近排可能會有啲新嘅諗法，特別係喺事業或者係工作方面。可能會想嘗試新嘅職業啦，新嘅一啲領域啦，或者係如果你哋喺讀書嘅話，可能都會想試下新嘅專業。呢一組會有少少想要換一個賽道嘅感覺，會有少少想要整容嘅感覺哦。可能你哋對自己塊面會有啲好唔滿意嘅點，然之後想要整一整佢。
譬如話想整個雙眼皮啦，或者係想整個鼻子啊，可能近排會有考慮呢種事，或者係考慮一啲同醫美相關嘅事，譬如話做一啲皮膚上面嘅項目啊，或者係紋一個眉毛啊咁樣。另外呢，仲睇到你哋近排可能會喺度學緊啲新嘢喎，報咗啲新嘅課程啦，或者係學咗一個新嘅特長。呢一組近排可能仲會去刮咗一下彩票，做咗少少同賭博相關嘅事吓，投資咗一啲低風險嘅嘢啊，或者係刮咗個彩票啊，都係嘅。反正有感覺到你哋好似圈子會擴大咗少少，身邊又融入咗新嘅一啲血液啦。OK， 以上呢就係信息對應嘅部分，然之後我哋進入我哋嘅主題。睇下你哋嘅 crush 對你哋嘅感覺同埋印象。呢一組感覺能量非常之好，會有一種正緣嘅感覺，可能你哋之後會產生一啲比較深嘅連接嘅。呢一組首先對方會覺得你係一個非常闊達的一個人，非常有大智慧，你會俾佢一種好聰明好有內涵嘅感覺，或者係一種好似讀咗好多書咁嘅感覺啊。甚至呢，佢可能會覺得你會有少少深不可測，係一種佢冇咁容易睇清楚，或者係冇咁容易睇透嘅一類人。很飒的感覺，那種大女主的感覺。哎呀，我發覺我會不知不覺會講好多普通話添。所以嘅話呢，呢一組你哋不論係外在啦，定係你哋嘅一啲表達啦，都會令佢覺得呢個女仔或者係呢個人非常之大氣，非常之有風度，而且好有佢自己嘅氣場。即係你喺度嘅地方，可能就會覺得你就係嗰個女主。呢一組我睇到嘅都係一啲閃閃發光嘅能量喎，即係佢哋會因為覺得你好優秀，所以唔敢接近啦，或者係你哋之間可能只係遠遠咁見咗一面。雖然佢係你嘅crush，但係話唔定呢，你都係佢嘅crush喎，你都係一個非常之有吸引力嘅一個存在喎，對於佢嚟講，而且會覺得你哋係一個唔會願意去妥協嘅人，某些程度下係好有自己嘅諗法同埋堅持嘅。所以呢一種嘅女仔應該係肯定會有自己非常之閃閃發光嘅一面噶啦，而且呢一面可能仲會已經俾你哋嘅crush發現咗，甚至呢可能仲優秀到對方都唔敢接近喎。OK， 我就恭喜第三組啦吓。以上呢就係第三組嘅全部信息啦。如果需要1v1嘅幫助呢，可以單獨聯繫我。